大家好，又到咗萬象九章數學真言嘅時間。今日想同大家分享一個傳奇人物鬼谷子。點解用傳奇去講呢？因為喺傳說裏面咧，又或者好多嘅小說裏面咧，鬼谷子咧都係充滿神秘感，係一個乜嘢都識嘅術士嚟嘅。佢嘅徒弟咧，蘇秦、張儀、龐涓、孫臏都能夠獨當一面。當然啦，有一啲嘅學者亦都係講咧，提出咧，鬼谷子並唔係一個個體，而係一班人，一班咧逃避戰亂嘅有識之士。就係因為佢哋係一班人，所以佢哋先至乜嘢都識。至於《史記》又點樣講咧？《史記》記載咧，鬼谷子其實就係張儀同埋蘇秦嘅師傅。不論如何啦，我哋都唔難睇到咧，鬼谷子其實唔係一個數學家，但係好多數學嘅討論啦，包括鬼谷算啦，或者鬼谷子問圖啦，呢個故事咧都係用鬼谷子去取名嘅。講開鬼谷子或者講開邏輯咧，不能不提咧，我睇過嘅呢本書咧，《絕妙推理》係李大強所作。佢係按住《射雕英雄傳》嘅一啲小故事咧去討論邏輯，裡面有呢個小小嘅故事。有一日，他們其實即係東邪嗰五個弟子啦。他們五個人每人説了一句話。阿陳元豐就話：我哋五個人裡面有一個人講大話。梅超風就話咧：我哋五個人裏邊有兩個講大話。曲靈風、陸成風就講五個人裏面咧，分別有三個同埋四個人講緊大話。而馮蜜風咧就話：我哋五個人都講緊大話。面對住呢五句句子咧，究竟大家能唔能夠即刻睇到究竟有幾多人講大話，並且邊個係講真話，邊個講大話呢？我唔能夠一眼睇到。不過如果大家仲記得，我哋之前講過窮舉法嘅好處咧，就係將所有嘅東西羅列嘅時候，我哋能唔能夠都用窮舉法去處理呢條問題呢？當然可以啦，因為我哋見到咧，總共得五句説話。五句説話自自然然就分別係五句都係真話，一句真話，兩句真話，三句真話，四句真話，或者五句都係大話。當我哋能夠可以數得晒所有嘅句子嘅真偽嘅情況底下咧，我哋其實可以用一個叫做列表法嘅方法去處理。列表法嘅好處咧，就係可以將好多嘅答案啦，一次咁羅列出嚟，俾我哋睇晒，一目了然。係我用進階版嘅窮舉法去形容，好似啱啱呢五句説話裡面啦。當然啦，我排除咗咧五句都係真話，因為五句都係真話嘅話咧，咁嗰五個人都係講緊大話啦。咁但係咧，如果我將只有一個人講真話，或者只有一句真話、兩句真話、三句同四句真話，並且咧沒有真話係並排嘅話咧，我就可以用呢個表去列出。譬如如果只有一句係真話嘅話咧，我哋就會發現我哋五人中有一個説謊，有兩個説謊，或者有三個説謊都唔係真話。並且我哋五個人都説謊咧，亦都唔係真話啦。只有第四句，我們五人中有四人説謊先至係真話。咁如果有兩個人講真話，又會點呢？就會只有第三句係真嘅，
相同嘅做法，我就將呢個表填好晒。而填好晒之後咧，我就能夠可以好容易咁睇到，哦，原來無論係邊一個情況，都只有一個人係講緊真話，亦都係有4個人講緊大話，而從而咧就可以知道原來咧，哦，5人中係有4個説謊，並且咧其實只有一個人講真話。列表法咧可以好好咁樣將一啲嘅數據咧去整合，而之後咧我都會同大家講一啲其他嘅題目，我哋都可以用列表法去處理。而今日咧萬象9張數學真人咧就嚟到呢度啦，希望下次再見到大家，拜拜。